哎，好，这个是他的这来一直呢，不还所以不得比少不得明显。好，这个是他的是啊，这个是他的红果韩国么就是皮子韩俺们就是也会有那么就说，好，这个是他的哈米粉啊，这个米粉那片么就说，好，就新国么就是，中国么就是，好，就皮子韩俺们就说，上海这个真的没去了嘛。你那茶包子嘛，长多么得比嘛他，茶人们得改嘛他，是不是就是干你个没领导。日子好空个老子过可以，还是民个老子过18届不军个老子过，说一讲个嘛呢，哈，话不就嘛是哈，这个是他的老几老个婆嘛呢，民就太苦的嘛呢，哈，这个是他的日茶话就我是跟你干没领导，我茶说哈就容嘛可以困就弄啊，哦，这个是他的哈，这类茶吧这里么，长到我们得比例他，茶人得改哩他，是不是？就是跟你讲明的，就是考个老子过可以，还是民国老子过18届不军国老子过，说一讲我的呐，嗨，把不举例子，老就那靠谱的呐，没啥可得的呐，一路民就是他了了，我不能干，就是他们了，我红这个是的，啊，是茶馆鸡，我是跟你讲明的，我茶馆鸡肉嘛可以困住了我红这个是的。哦，这个是他的，我说这个是他的，这个吃了我的的，服务费嘛，服务要我的，可我们领导伙计，我们一个角么，好，这个是他的，啊，这个是他的，哈，啊，我们一个角么咱们怕，哦，个哈，这个是还说不得脾气，哈，也说不得名家，啊，这个是他的，我们就是脾气，俺们就是，要怀孕了嘛就是脾气，俺们就是。啊，这个是他的新国们就是，中国们就是，哈，南皮们就是，北皮们就是，我在等上海这个在那边去了我记得吃过就被考过，真的考过吃过就让我讲，讲叫不就是我就讲叫不就是叫，我说这个是在吃过吃了，我发面发口，我领导好些家里样子吃过个，还是看过，后面说哦，少少。